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GNZ48 天门岁公演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一、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凭票依次入场，不要拥挤，并对号入座。二、严禁携带任何易燃、易爆、有毒危险物品、刀具、金属器械、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。三、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、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。四、严禁携带灯牌、纸板等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。五、严禁携带任何可用于摄影、摄像、录音的设备入场，如有携带，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。六、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、摄像、录音行为。七、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，严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八、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、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。九、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，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10. 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，如手机、钱包等。11. 请大家爱護劇場衛生，愛護劇場人人有責。以上演出馬上就要開始了，請大家耐心等待。歡迎各位前來觀看 GNZ48 Team N3 公演。喺觀看演出嘅同時，請注意以下事項：一、請各位觀眾聽從工作人員指示，憑票依次入場，不要擁擠並對號入座。二、嚴禁攜帶任何易燃、易爆、有毒危險物品、刀具、金屬器械、易碎品等危險物品進入場內。三、嚴禁攜帶未經主辦方授權允許嘅橫幅、標語、旗幟、條幅以及其他用於宣傳物品入場。四、嚴禁攜帶燈牌、紙板等易遮擋他人觀看演出嘅物品入場。五、嚴禁攜帶任何可用於攝影、攝像、錄音嘅設備入場，如有攜帶，須寄存到指定寄包處。六、嚴禁用手機對任何演出內容進行任何形式嘅攝影、攝像、錄音行為。七、請勿在場內投擲任何物品，場內嚴禁吸煙，嚴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離措施。八、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擾演出嘅正常進行，嚴禁觀眾之間相互謾罵、攻擊或故意製造事端等過激行為。九、如在場內發現違禁物品或違規行為，現場保安及工作人員有權沒收違禁物品，或請有違規行為嘅觀眾立即離場。10. 請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隨身攜帶嘅貴重物品，如手機、錢包等。以上演出馬上就要開始啦，請大家耐心等待。